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3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半暝1:41，花莲县近海发生规模6.6的地震，全台湾拢摇甲真厉害。气象局讲，到今已经有900界的地震尾了。国内今仔新增加95例境外病例，2例本土病例，又有2个指挥城市展览的外国来宾确诊。总统蔡英文将甲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实行会谈，双方将对台湾加入 CPTPP 搁有乌克兰的情势交换意见。新闻一开始来看，半暝1:41，有真侪人拢互地震惊醒。伫花莲县的近海发生规模6.6的地震，深度30.6公里。气象局表示，若说向一寡无记录到的地震算起来，到今已经发生上百界的地震尾了。这届全台湾拢摇甲真厉害，地震观上大的震度是6级，花莲是5强，台北嘛有3级。气象局嘛表示，3天内底有可能会发生规模5、规模6的地震。民众互乡乡大地震害甲徛袂在，国家警报也一直响。东部半暝地区冰心全台拢有感觉。透早1:41的地震是今年目前上大规模6.6地震，震央伫花莲县近海，地震深度30.6公里，上大震度是大东县6级。这是这个区49年来第一摆发生规模6以上地震。它这个地体的刚性程度比较高，而且它能够忍受更大的形变。这个到达某一个点这个点就是1:41的这个点，它开始破裂了。那破裂了之后呢，就带来一连串它这个所有的能量持续的释放。台湾位自2020年下半年开始，就常常地震，尤其去年规模超过6个地震有5个，是当期平均值2.5个1倍。地震测报中心推测，地震活跃期可能已经到位。不过，地质专家学者煞有无同款的看法。台湾这么多的30-40条的活动断层，那他们的发震的频率高嘛，那可能在某个时间里面就会好像比较集中这样，并不是我个人认为，并不是说它已经到了一个活跃期的一个时间，因为你要知道它是不是活跃期的一个时间来讲很重要，我们要是对每个断层的它的时间要了解就是。这个规模6.6地震是911大地震了后排名第4个大地震，尤其是伫透早地震头发生了后，有记录的地震加上无记录规模较细的地震尾，已经超过100个。气象局无排除3天之内佫会发生规模5到6个地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玉里的玉兴桥，目前咧做拓宽的工程，地震造成大家采好的32只牛，有23只断去，加载是无人着伤，损失大约5000万。工程单位是表示，会先来检查旧桥，若说确定讲无受到损害，明仔载早起会先开放通车。为空中看落，玉兴桥因为做粉块工程，两边边仔40-50公尺长的牛是当做几啊节，有的要落对溪补去。公司记者天才打听下，就随出动空翕机，翕到粉块工程未堪哩地震，规个是断去甲变形。这个牛是伫顶礼拜六，才打吊起哩安好势尔，也无解稳定。伫装这安全设备的期间，拄到大地震，损害是真严重。那我们总共是32只梁，大概初步的检查大概有23根梁损坏。刚吊完梁这个阶段，也是桥梁最不稳定最也是说最不稳定、最不安全的一个时候。来，地震！地震了后，一直出现地震尾，熊熊摇甲真厉害。踩伫玉兴桥边，玉里病院扛棒是摇来摇去。玉兴桥的牛断去了后，苏花界工程处的人员赶来现场，为了安全，先把桥封起来，而且通知在场的记者都要赶紧离开。会爆裂哦！这样子不要进来。你现在是在做管制的吗？对，我们现在要做管制哦。玉兴桥原本敢有2线道，为着要做粉块工程，有起新的桥墩，甲牛扛起哩。想袂到熊熊一个地震，变形甲断去的情形是真邪力，更紧是规个看现，就连边仔大型的机具嘛规个跌歹去。砸烂了。苏花界工程处表示，加载牛断去是发生伫半暝，毋是24工人伫施工的时阵，若无这个效果是不堪设想。初步估计，一支牛的损失是差不多100万。这个地震去牵着施工的基程，这个损失恐惊会到5000万。这样的一个损伤对我们来讲，真的不只是钱的问题。对工期来讲，我们确实
对我们来讲是有一些蛮大的影响。代志发生了后，苏花界工程处的人员随做安全检查，初步评估旧的桥墩甲结构并无明显的损害，确认无问题了后，按算28点就会开放通行。现在才会登记的牛会赶紧来移除。记者综合报道。规暝有真侪届的地动，正阳拢伫台东的中滨乡，嘛传出民众着伤送病院，嘛有人坐伫路里唔敢登去处理，规暝嘛拢唔敢困。滨海的永福路落来一粒10栋的大石头，甲路拢冻掉的。甲人共款悬直径1.8公尺，将近10栋的大石头，就安尼冻伫路中。花东透早一直地动几啊摆，正阳拢伫台东中滨乡，最上大的震度有到6级。滨海永福路边坎连来大细石头冻路，爱搁等公务人员来处理。民众也因为地动一直躲到外口。还在咬啊！现在还在咬呢。哇，一整排坐在这边。先去看我们的电视冰箱了，都坏掉了。几百民众将椅仔搬到路边来开讲，甘愿吹冷风，也无愿意入去厝内。中滨永福社区居民反映，一暗地动几啊摆，根本是唔敢困。睡不着了，为什么？很怕了。怕什么？地震啊，很恐怖。是哦。都没办法睡了啦。中滨乡也是目前因为地动造成人员受伤的所在。一个88岁老先生伫困梦当中，互地动倒来去的窗仔弄着头，紧急送医急救，好佳在生命现象稳定。玻璃落落来，撞到伊的头。吓到了。哦，我惊啊！唔敢困啊。哦，手抽一管。顶头哦。害了，对，咱上了当那个药拢害了。另外，面体也有难产的灾情，亲像因为地动加上涂骹闭开。另外，伫个中滨的民俗顶悬的4脚型的井，因为地动规个放落去，头家真无奈，毋过好佳在拢无人员受伤。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的玉里，有2户徛家的家属桶倒去，家属流出来，味是真重、真危险哦。玉里一间下米厂，铁厝的外墙佮铁门拢变形，也毋过加载是无人着伤。厝内底猫仔先发现有地动，惊甲摇起来四界撞，过无2秒，佮甲警报开始亮。当咧食泡面的查甫人是互害甲徛袂知。有大地震，超恐怖嘞！超晃哎！我拿着泡面都汤都洒出来嘞。地动迄当时，玉里妈祖境内灯台是摇来海去，有民从厝内鱼箱仔水强要抓出来，佮有人因兜的册拄仔放落来，册是落甲规客厅。倒啊倒落来，甲门卡条咧，是安怎都拍袂开。来遮佚佗的游客是互惊甲赶紧撞出去旅馆外口。从12楼跑下来，地震2次，超害怕，超害怕。徛在外口的家属桶倒落来，民众真烦恼会爆炸。消防队就接到2件家属落雪的案件。整个车都瓦斯味，整个路都瓦斯味。这样子哦。现在目前已经弄好了吗？弄好了。铁门变形，切甲流出来，玉里一间米家传出内底也受损长。23日时，负责人是赶紧来了解，发现铁厝外口有几那片铁皮已经变形翘起来，行入去看，米桶得了。里面一个储存的比较高的那个储存桶倒下来，天亮了又要看里面的情形，然后要进行怎么抢救再进行。负责人表示，米架内底有放1000吨的切仔，不过实际损失要加了解。加在地动是发生伫半暝，无人受伤。不过5分钟内发生2届规模6.6的地动，玉里的居民甲游客拢真惊吓。加在落尾是平安无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地动嘛，造成玉里往来长滨的公路伫台东路段32.5公里的所在路被开了，公路总局先全面封路做管制，大约伫暗头5点左右就会当恢复通车。台东的成功嘛，一寡民众厝内水管破去，有饲虾仔的农民哦，因为水管爆开，虾仔拢流出去，损失是超过200万。另外伫屏东嘛，因为变电所跳电，造成部分的所在失电。这个车路是逼甲真厉害，一路沿必顺行有几公尺长，车路嘛有明显的悬架差，边坡还佫有石头落落来，树仔嘛倒去。这是连接台东长滨甲花莲玉里的绿灯公路，受到地动的影响，嘛传出灾情。目前全线是封起来，禁止通行，按算下晡5点会修理好势。能不能过啊？
目前都不知道。发生地震是规个海架，嘛，互台东的民众拢感受会到。成功镇的民众是惊甲拢走去路林，唔敢踮伫个厝内。也若去当地佚佗的旅客，有人困的是惊一条，赶紧撞出去坐伫个路边，嘛惊甲面色青顺顺，都烦恼还阁有地动尾。怎么都跑出来？跑出来要在里面啊？刚才摇很大吗？哦，很大。走不进去睡？哦，不敢了。不敢哦。倒了，下面直接爆掉。你的酒还好吗？同款灾情真正力的，还阁有成功镇的超商，资本是摆甲真正济的烧酒，嘛落落来涂骹，规个摔甲脆糊糊，架啊倒去，物件嘛落甲规个，都连天棚嘛拢落落来。光线是看现现，电火敢若剩电线连的。另外一间超商现场嘛是规个乱糟糟，只有破气是流甲规个。整个水塔倒掉，大漏水。地动嘛造成成功镇几下的人家厝水管破气，水是一直为厝顶下落来。也若厝内嘛有马桶、洗面槽、热水器落落来，浴间啊嘛规个乱糟糟，甚至当地还阁有饲虾仔农民，因为地动水管破气，10万外尾的虾仔，还阁有100万尾的虾仔栽，嘛全安尼流去，损失超过200万。水全部都溢出来嘛，哎呀，现在池子全部都干了，虾都漏完了。怎么好像每次稍微大的地震，你们消防局都是受灾户？壁出现真大的壁唇，阿摩土规个落落来，庄仔工嘛看现现。消防队东河分队的办公厅，目前当地做耐震补强，即嘛嘛正做受灾户。也若直班式阿鲁米门，甚至嘛规个变形无法度开，敢若会当先拆落来继续执勤。即个地动影响范围是真大，毋若是台东、屏东市嘛传出变电所配电网内底的支线跳起。都没有睡。昨晚都没睡，对，都在顾，因为台电处理好之后，又怕说会不会再跳，所以又顾了很久，直接到早上。屏东市在今天凌晨1点42分，因为地震引起变压器故障，线路跳脱，一度有1203户停电。我们在7点08分的时候，已经全数完成抢修复电工作。西面变电所伫个地震发生了后，配电网内底的支线跳起，造成1203户停电。台电人员赶紧去现场修理，目前已经全部拢恢复用电。记者综合报道。半暝地动，台南是4级哦。南科管理局初步了解，军创光电有部分机台因为有安全的装置，所以机台自动停机。另外，台积电佮联电并无发生什么状况。3月23半暝1点41分发生规模6.6的地动，南科地动机测到台南园区4级，高雄园区3级。管理局也展开查报，清查了后发现军创有2厂部分的机台因为系统安全装置来停机，也若台积电、联电、彩晶拢是无人员所开，园区并无大事故。地动了后，按照标准作业流程恢复生产，园区的产能无受到影响，也继续监控甲通报。南科的厂商部分人员并没有需要疏散，那有部分厂商的机台是有宕机，相关水电供应等等都正常，那厂商没有任何灾损。地动全台湾拢有感受到，震央虽猛伫花莲近海，毋过台南、台中阁有新着，寒意感觉拢真明显。中科无在前，就可传出台积电、联电、南部一寡敏感的机台故障，毋过落尾确认是并无影响。厂商营运的状况都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灾情。虽猛科技园区无上大影响，毋过地动对附近的民众来讲是心惊惊。因为就好像921地震来重现那样的摇晃，而且都是在深夜。对啊，然后又晚上摇好几次，就没办法好好睡觉，会担心啊。对啊，我很怕之前台南大地震的感觉又回来。地动了后，也传出一寡灾情，包含有民众掉伫电梯，落尾是互消防人员救出来。一来台南市长黄伟哲也伫面册提醒，市府拢有掌握消息，民众尽量莫坐电梯。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疫情哦，过来今仔新增加95例境外病例，2例本土病例。台北市联合病院和平医区卫着病护理师，除了伊的先生后生，今仔伊的查囝嘛确诊。另外，伫台北市举办的智慧城市展览幕，又有2个来自波兰佮巴拉圭外宾确诊。目前所有外宾的活动拢先取消，相关的接触者先确立隔离。来听指挥中心第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病例是有2例，95例是境外入。这2起本土病例是2位女性，那居住县市是台北市跟新北市各1例啊。
那新北市案是这个22321啊，他是因为家人即将住院治疗，那为了陪病的因素而进行筛检的验出。那另外一案是台北市案22322，那是2178的这个女儿。智慧城市展这个部分，那外宾今天早上有2位这个确诊哈，所以现在整个外宾30人，共有3人确诊。原则上，这个所有的外宾活动都先取消，那相关的密切接触者都会匡列隔离10天。明天的凌晨0时起会放宽我们分流条件的这个年龄限制，原来是20岁以上那个未满50岁，就是从20到49岁我们会作为这个轻症分流到我们的加强版疾检所或是加强版防疫旅馆那自明天的凌晨0时起，我们就放宽这个分流条件，年龄的下限下修为18岁，那另外上限的话调高为59岁。来看家己结婚食到的群组感染继续在传，婚姻利益增加1例，昨又搁增加3例。有真侪间学校已经停课，县政府嘛宣布讲校外教学佮毕业旅行先暂停。另外，针对案22137唔肯配合医疗，卫生局嘛表示会请警方来协助，若属无老实，得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来处罚。清洁人员针对确诊者去过所在做消毒。嘉义市喜洲群聚案搁再炭烧，婚姻官目前有4位本土拢牵连这条案，不过其中案22137一位退休的校长，一开始并无配合，后来经过卫生局请警方来协助医疗。我们如果确实有发现它有隐匿的部分造成我们的疫情的一个扩散那我们不排除对他开罚依照传染病防治法对他开罚这个是就这个退休校长的一个案。这条案有沿海乡镇的学校的老师甲学生去过确诊者行大过的所在，婚姻关府教育处提悬防疫的规范。至少有5间学校预防性停课消毒，即马除了加强校园的防疫，也暂停开放校园的球场甲运动设施。跨县市的校外教学和毕业旅行也拢暂停。我们就暂停跨县市的校外教学、毕业旅行跟相关的这个交流活动那这个防疫措施的部分我们会是疫情未来的一个发展我们会做滚动式的一个调整。另外，教育处表示，北港高中一位查某老师因为厝内人确诊，第2届采 PCR 检测是阴性转阳性来确诊。日又带婚龄婚医出动30名医护，针对北港高中大约800名的师生做 PCR， 全部拢是阴性。23学校停课消毒1天，20日恢复正常上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总统蔡英文将甲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视讯会谈，总统感谢日本伫去年台湾疫情滚架的时阵捐予咱疫苗，嘛有讲到顶个月宣布放领福岛食品的管制，强调台湾愿意接受国际标准。另外，针对台湾加入 CPTPP 和乌克兰的情势，2人嘛有交换意见。台湾作为全球民主的伙伴的一员我们已经参与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这种以片面武力的方式改变现状，侵害民主国家的主权的举措，绝对是不能容许在印太地区发生。要借此感谢日本持续在各种的国际的场合，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日本や台湾が位置するこの広大な海は国際法の下自由で開かれた海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ものです。当然、武力による一方的な現状変更はあってはなりません。针对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安倍晋三是表示，期待台湾伫接受协定完结个符合协定的高标准会当赶紧加入。另外，针对罗西亚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安倍是认为这是对国际秩序严重的挑战，嘛强调讲为着要维持地区的安定，台湾甲日本共享民主是非常重要的代志。再来看国防部长邱国正早起伫立法院报告，证实中共的军机扩大演习实战化的规模佮强度，互咱的空中防卫压力是真大。另外，这边敢要延长，邱国正是表示，暂时是无打算要修法，
也毋过立委是认为讲，若书无要修法，就只有2个选择。第一是军事训练，共款是4个月，也是要恢复义务役征兵1冬。台海情势紧张，中共军事突破第1岛链，因煞咧向东边来进展。国防部长邱国正23日立法院报告证实讲，共军因偷偷加强对台湾的实践化，因的规模、楼摆还有强度拢咧加强。最近还佫透过民航机来侵扰外岛。因这个行动结合认知战，会来增加咱的防空压力。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城市，引起国际来咧围攻。立委来问邱国正，台海若是爆发战事，是不是会去牵连到滨林区的这个社区？我们不希望把城市作战带入，把这个战区呢带入城市作战。我跟委员报很诚恳而且很坚定的报告，我们不但不期望，而且不能让他发出我们城镇作战这个地步。我们是连他要轻启战端这个念头都要把它打消掉。俄乌冲突引起国内咧讨论兵役的问题，民调显示讲有75%的民众同意讲，这个做兵要甲延长1年。对这件代志，邱国正表示讲，已经编立专案小组来研议，依法实施进程要公告1年，会来无修法来做。不二个立委嘛推出兵役法，讲若是无修法，敢若会当2款选择。军事训练还有维持4个月，或者是讲恢复义务役征兵1年。现在法律是为期1年，然后军事训练是4个月以内，是可以缩短的，但是不能延长。但是现役是就是1年。那部长，你们研究出来结果怎么样？我不知道。是。你要10个月、11个月我都 OK， 但是不是 OK 啊？我支持，但是问题出现要法律依据，法律要依据嘛。OK， 好。另外，外界较关心国南国造的进度。今年包含玉山号新型的2车军务运输舰，估计要伫6个月了后交艦，还佫有2只刀竿艦嘛要来伫年底落水。相关人员的训练，还佫有编制规划来引起立委的关心。玉山军舰我们相关的编制都已经完成，人员已经完成选员，现在完成选员的人员都已经在实施成军训练。因那立委关心讲，是不是会当找转来退役飞行人员来加入教调？空军表示，现阶段针对备部队，并且打退役的飞行人员来做假日战术为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陆委会主委邱泰山早起伫立法院指出，中国下半年会办20大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着要继续连任，一定会继续来打压大陆的势力，增强统一的力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想要继续落权，下半年的中国共产党第20届全国代表大会也是重要关键。陆委会主委邱泰山23号伫立法院报告表示，未来这段时间，中国对着咱台湾的政治、军事还有经济压力会继续来增加。对台持续加大它的单边作为，以及反独促统、紧缩的这个力道，那宣传统一对外，特别是中美互动上呢，加强巩固一中。矮化孤立台湾，防堵台湾议题呢国际化这样的一个趋势。这么反映在美国总统拜登还有习近平18号的网络会议内底，中国讲这拜登甲因讲反对台独，不过美国向咱来表示，拜登是讲美国对着咱台湾的政策无来改变。邱泰山认为，这反映出中国烦恼讲未来也是不离反台，会亲像这届俄罗斯侵犯乌克兰同款，去由民主国家来批评。俄乌这一次的情势呢，让中国它最大的压力就在于说，未来。如果台海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战事的时候呢，万一国际社会要来支援的时候，那他一定会要先讲说台湾是这个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即马停止甲咱各项的制度性交通管道，不过海基会秘书长詹志宏报告时阵嘛表示，中国对着咱这边的消息是采取以读无回而来处理的模式，未来要哪恢复关系，邱泰山嘛讲这需要双边的努力，尤其面对着主权叫矮化的时阵蔡政府也是必须要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来回应。即马对着咱这边来讲，维护中华民国主权，也是两化协商较好的基本条件。国内大概应该大家有一个共识，如果是维护中华民国的主权，不是台独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未来在跟对岸做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协商或谈判上面呢，应该是一个会比较好的基本的条件。
另外，进前上少有33件中国资金假做是外资，也是香港资金来到台湾为人才案件。民进党立委罗美玲关心该来修改港澳条例来应应。库泰山表示，这看下范围真大，会继续甲经济部还有相关部会来做讨论。记者张志宏、张志佳台北报道。罗西亚甲乌克兰各个小镇，乌克兰是有使用一种标签飞弹，成功毁掉罗西亚的坦克。互外界嘛注意到这种标签飞弹。其实咱国内民国95年就向美国来买这款的飞弹。也毋过要培养一个当来操作这款飞弹的阿兵哥，至少得爱训练136点钟哦。目前军方是先透过模拟器来训练，那么做伙来了解。对踪目标特别都拍甲准，标枪飞弹过去操演真济遍，即便伫俄乌战争，乌克兰用这款标枪飞弹来拍俄国的战车，特别拢会当发挥战力。国军早伫个2006年，就甲美国买这款武器来使用。进入赛阵地。透过实战模拟，标枪飞弹并入来到阵地，副射手伫个边仔警戒主射手时刷过来，甲指挥发射单元，还有飞弹总成结合做伙来敲碎敌方战甲车来甲攻击。也若讲伊的穿甲能力到底有偌大，陆军表示讲会降达各种的铁甲车拍探过。我们面对对岸的威胁，那我国军很早就在提升各部队的反装甲的作战能力。那标枪飞弹的部分，它属于第3代的自动导引飞弹，那相对它具有软式发射，那可以增加这射手在战场上的存活率。标枪飞弹拢总23公斤，有效射程是2000公尺，无分每日拢会当作战。重点是伊射了后无法度去找到源头，安尼当互这个射手竟然来转移阵地，提悬伫战场的存活率。标枪飞弹会当讲是战车的杀手，伊会当直接扫射，还有攻顶的模式，会当直接来拍这个战车上界揽的所在。标枪飞弹操作简单，重点是爱有训练。陆军讲要来培育这款标枪飞弹的兵，上无就要开136点钟，标枪飞弹数嘛要开119点钟，上界少嘛要1个月训练。标枪飞弹是属于比较高专的专长，并不是一般。就是所谓的一般兵就来受训，我们是经过挑选之后才来实施这项武器装备的受训。那大概挑选的资格是哪些？我们基本上以大专学历以上程度。要达到最后阶段的实弹射击，就要先通过模拟器训练，拢总有38种地形，官兵就要伫个时间内来完成接点定数。国军透过科技练兵，验证射击的稳定性，两岸情势愈来愈安斗，就要刷咧来强化反战甲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乌克兰首都基辅有一间科学机构被炮弹攻击，造成3人死亡。另外，重要港口都市马里坡虽风炸甲密密麻麻，也毋过民众嘛是无放弃，佮继续的抵抗。美国嘛有情报指出，罗西亚军方会继续攻击马里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表示，南部的都市拢已经毁掉啊。嘛，乌克兰嘛呼吁讲，应该赶紧来安排紧急人道走廊，互10万的百姓会当赶紧离开。伫南部往乌海都市赫尔松，这一人抗议俄军占领，永远听到炸弹落来的声音，大家赶紧逃开。根据乌克兰外交部资料，30万人食物件甲医疗用品已经得要用完。高指控俄军无必互民众撤离到乌克兰控制领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南部都市伫俄军的攻击之下，即马已经一无所有。副总理呼吁建立紧急人道走廊，因为有10万名百姓希望离开。11 автобусів та 2 машини Державної служби надзвичайних ситуацій були захоплені на російському блокпості на в'їзді до міста Мангуш та відведені у невідомому напрямку. Ми терміново вимагаємо від Між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ітету Червоного Хреста, від ООН, які мають забезпечувати і гарантувати俄军特别军事行动已经第4礼拜依然是停滞状态，无占领任何主要大城，不过对城区造成大规模破坏。22 марта нанесены удары высокоточным оружием большой дальности, воздушного и морского базирования по военным объектам Украины. Оперативно-тактической и армейской авиацией поражены 83 военных объекта Украины. 伫宵禁状态，首都基辅西北边这7层楼啊，属于国家科学院的科学机构被轰炸。乌克兰国防部一名情报官员表示，这被写作2盘无人机研判，这波发动是无人机攻击。目前全国至少10间病院被炸掉，尤其哈尔科夫甲马里坡继续苦战。根据乌克兰国民卫队阿索亚发布影片，因看到马里坡的工厂甲工业大楼发生爆炸，佮说明俄军者滥炸敌人火力，佮对马里坡的基础设施投炸弹。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俄国可能为阿索海向马里坡开火。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伫乌克兰少8生囝是合法的，所以别人生囡仔的产业是真兴哦。也毋过战争以来，一寡打出世的红婴仔委托的父母无法度来遮，甲囡仔带转去。伫基辅的郊外有一间临时诊所的地下室，都有20红婴仔已经闭伫地下室，伫要1个月咯。这个地下室的红婴房间哭声起起落落，护士抱囡仔搁来摇车是无用试试。乌克兰战争爆发了后，伫基辅地区透过代理孕母出世的婴仔，都集中送到这临时诊所地下室。小小的空间，客21个囡仔。Ми тут знаходимося, щоб ухажувати за дітками, за маленькими, які народилися, так як батьки зараз в цей час не можуть приїхати і з-за кордону і забрати їх. 乌克兰大型产业发达，每年有几千个囡仔出世，因的父母来自中国、南美地区甲其他欧洲国家。根据乌克兰规定，只有翁某2人亲身到场，将为囡仔办出世证明，将因接转去。毋过战火目前阻断真侪家庭的团圆梦。护理人员透露，目前只有2对来自德国甲阿根廷的翁某来基辅看囡仔，也无清楚是毋是用顺利领转去。伫这种情形之下，照顾责任全部落伫护理人员身上。 Раніше ми працювали за графіком. У нас був час для відпочинку. Зараз цього часу немає. Ми знаходимося з дітьми цілодобово. Намагаємося потрішки полежати десь, замінити одна одну, але взагалі дітей багато і роботи багато. Тяжко. Дійсно тяжко. 护理人员讲，因家己要囡仔，为照顾这囡仔只好牺牲家庭。佮加上乌军进攻基辅炮火愈来愈接近，因也毋敢转去到地面，已经伫这地下室伫要1个月。伫遮食物件甲物资也阁算充足，毋过什人也无法度预料下一分钟是毋是安全。护理人员只好仰望战火早日结束，互这囡仔用顺利转去到爸母的身躯边。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 来看国际公司迪士尼，因为美国的佛罗里达州通过卖港冬季法案，一寡迪士尼的员工不满公司针对这法案暗砍的态度，曾有员工罢工抗议，伊嘛批评公司对台湾性别员工无尊重，嘛无支持。 伫加州超过100个迪士尼单位这片性员工，这一天罢工，行去街路抗议公司的执行长鲍勃查普克对福州通过而且遭到批评的唔通讲冬季法案的立场表达深过仇敌。进前查普克表示，公司点是一个错误，不承诺利用安尼时机当作改革的催化剂。Support of our queer employees and their families, just to show that we love them. 福州伫7月通过7项正式叫做《父母教育权利法》的法案，反对者是叫做《唔通讲冬季法案》，主要是禁止9岁以下学生伫课堂讨论性取向甲性别认同。啊，若无家长因控告学校违规，推动立法的共和党议员认为，伫囡仔早期成长阶段，应该由父母教育性别性倾向的问题，毋是甲学校由老师来教。反对者认为，这是对 LGBT 族群的歧视，也伤害这个族群权益。迄时阵，迪士尼选择点立场态度暧昧，引起批评。相关争议也伫内部咧议论2礼拜外。部分员工希望迪士尼公开反对这法案，佮提出几项诉求，其中一个就是反对向反 LGBT 的政治人物捐钱。We need them to reevaluate beyond just pausing how they donate. And we need them to cease donations to the specific politicians that supported and wrote this bill. 另外，伫纽约市奥兰多也有迪士尼员工罢工上街路抗议。这一天，迪士尼伫面册答文表示，公司反对任何侵犯基本人权的立法，佮甲逐工拢为家己权益发声的 LGBTQ 员工团结一致。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乌克兰战争嘛影响到日头花油的出口哦。伫西班牙部分的超市卖场，即马这款油已经欠货，若起价嘛限制会当买的数量。西班牙农业部长甲在地业者是开会讨论，望讲会当来增加本地产的草橄榄油的供应量。
西班牙人食早顿，定着爱有西式油条、煎腊饭，还佫有煎面团。不过早餐店的头家最近头壳真疼，因为煎物件所需要的日头花油，因为乌克兰战争进口量减真济，有的这个卖场内底一个人还佫限购讲买5公升。另外，面粉各种成本拢咧起，这款小生意根本都无赚。Nosotros comprábamos el aceite hace un año a 80 céntimos el litro. Y ahora mismo actualmente está a 2,60 el litro. Es una subida de más del 300%. Pero esto ha sido el remate. Ya estaba subiendo todo muchísimo. Ya nos había subido la harina, nos había subido el aceite, pero esto ya ha sido 有真侪西班牙的这款糕仔饼，还佫有菜肴料理，拢需要用油来煎。日头花油是这个厨房必须爱用的物件。另外，巧克力酱还佫有甜点餡料，嘛是拢需要这款日头花油。平常时4成的进口量，差不多是40万吨，是对乌克兰来的。即马货源无稳定，业者估计讲，伫个2-3礼拜以内，库存量会用了啊。西班牙的农业部长伊就推测讲，爱用本地产的这个价钱较稳定的草橄榄油，还是讲精炼过的草橄榄煎油来取代这款日头花油。全国食用油橄榄庄协会嘛认为讲，有机会借这个机会来扩大伊的用途，伫个国内外既有的市场内底找到新的客源。不如过这款草橄榄油特殊的气味，有真侪都市西拢还佫用着担担。Sería freír con oliva, no hay otro, porque otro aceite yo que la verdad que no me gusta. Y la realidad es que, si bien sirve para muchas cosas, para frituras y para otras elaboraciones de pastelería no te vale por el sabor que tiene. Es un sabor que tiene tanta acidez y es tan agresivo que si bien es una cosa que es una cualidad del aceite. 甜料类的替代用油，番麦油还佫有椰子油。伫个当地还佫无稳定的供应，马德里的南部这间糕仔饼店，因着吸收这款翻倍的日头花油的成本，为着要保证品质，4月复活节的假期会煞咧来供应遮尔好食的物件。消费者面对超市顶悬价啊，拢是空空，希望讲会当今年来恢复正常。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再来看，对意大利来台湾要争取8岁查囝监护权的爸爸，昨坐飞机离开台湾。伊嘛写批来表达伊对台湾司法的不满，伊认为裁定是真无公平。也毋过宪法法庭是强调讲，专案会搁交予法庭来审理，做出最后的裁定。为意大利来台湾，甲姓詹的女控护员争取8岁查某囝监护权姓拿的生理人，日暗时坐飞机离开台湾。因为无法度甲因查某囝带倒转去，伊伫咧机场流目屎，嘛表达对台湾司法的不满。控诉法庭敢若听查某这边意见是真无公平。没办法去了解这样子的一个行情。我本来是对台湾的法律很有信心，可是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经验，让我非常的失望。这个姓拿的生理人认为讲，台湾司法的处理方式伫外国是无可能发生的，嘛对台湾的司法表达失望甲不满。做出暂停交付处分的宪法法庭强调讲，专案爱等法庭来审理，就会当对最高法院的决定敢有违宪做出处分。应该做基本权的衡量，而没有衡量，或者说他的衡量有瑕疵，到宪法法庭针对裁判宪法审查这个本案来进行相关的说理，那应该可以有比较这个明确的一个答案。我们现在的这个司法的体制，除了最高法院之外，有宪法法庭。其实你知道违宪审查，像以日本或是美国联邦，他们都是最高法院在处理违宪审查的。针对宪法法庭头一件裁准暂停执行的案件，引发一个参考德国来宪法法庭制度，敢是第4审等等的讨论。嘛，因为这个监护权归属的案件，搁一概放大来看。记者综合报道。昨高雄的自强1路路面放弃，今仔国民党高雄市党部发言人出面指控讲，附近建案的设计师是现任公务局的局长杨庆富，质疑讲市政府是救援兼裁判。也毋过市长陈其迈是表示，杨庆富只有临进前就已经辞掉工地职务了，一切是依法行政。放弃现场持续灌浆，这是高雄市自强1路甲83巷交接口。前一天因为临近新建案地下工程的疏失，路面大范围放弃。市府甲隔一条巷仔的透天徛架疏散，其他民众只是甲因讲，着爱做好着撤离的准备。会啊，再袂惊，会加减啊惊，啊，都要困都困袂去啊。惊讲一直滴啦，一直来，一直。地单你敢有惊着？会减啊惊，哦，迄个袂惊。会啊，迄个袂惊。啊，是讲要走一道啊。在伫个
我伫三角巷的大路遐，啊，若伫这边的吼，我看。但造成崩塌的建案嘛，和国民党高雄市党部发言人指控，工地的建筑设计人是现任的干务局长杨清富，市府恐惊有救援兼裁判的记录，但是市府讲无这种状况。杨局长上任前就已经辞掉相关的工作，而且昨天第一时间，我们工务局就对因为在施工所造成的这个责任追究，处以9万元的一个罚款。高雄市长陈其迈讲，杨清富伫上任进前就已经辞掉相关的工课，无救援兼裁判的记录。市长第一时间要求停工之外，嘛已经开发9万块，后续会持续关心，嘛强调对着公共安全，市府用上严格的标准来检视。记者王柳婷、陈显坤高雄报道。再来看一只蒙古的货轮，昨下晡因为机械故障，伫台中外海沉船，船顶有8个船员跳海救生。其中7个印尼的船员互救起来，也毋过1个台湾的船员到搭阁找无人。今仔早起是阁继续找人哦，也毋过因为天气阁海上无好，空勤直升机只好先暂停任务。海巡的船舰伫咧大风大影当中向前开，为驾驶座内底向外口看，会使明显感受到海上无好。一只蒙古级的货轮22号下晡因为机械故障，后续船身伫咧台中港48海里外海沉落去，船顶8名船员跳海救生，其中7个人抢救起来，另外有1名台级的船员失联，海巡持续伫咧搜救当中。持续有海巡舰艇搜救中，截至目前。本分署共计派遣1舰3艇，共57人执行本次搜救任务。空勤总队直升机22号尾暗啊，将7名印尼籍的船员吊挂起来，暗时送到东综合病院，4名状况是真稳定。23号早起，空勤搁再派出1架次的直升机持续来搜救，但是因为外海有雷雨区，海空能见度真歹，所以紧急来飞倒转来。天气很糟，因为我们中部这边有雷雨。所以说他们出去还没到目标区又折返，因为林木太低了，能见度非常不好。交通部航港局中航中心表示，22号已经发出了外形公告，推估货轮沉落去的所在已经伫咧台湾的领海之外，这个所在水有够深，会搁再来评估沉船是毋是会阻碍到航行，造成海洋的污染，也搁有是毋是爱要求船头家将船只吊起来。记者台中报道。中央银行成立11月，中华邮政今仔开始存款的利率嘛调悬咯，5大政策贷款嘛对调整，其中是以财政部的青年安心买厝的贷款利率上悬哦，是1.74%。另外，劳动部的劳工纾困贷款目前是暂时无要起，维持1.85%。国内股市也好，或是国际资金移动也好，我们国安基金都会密切注意。为着避免台股受到升利息的干扰产生波动，财政部长苏建荣真罕见主动信心发声，因为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最近强烈暗示，5月份真有可能阁升利息2码，对抗国内通货膨胀。都惊中央银行升利息2码了后，会持续对美国升利息。担任中央银行常务理事的财政部长苏建荣，并无讲敢会对咧升利息，敢若暗示升利息的关键是物价，也有国内总体经济。今年共将升息7码，央行理监事会会不会拿来作为国内升息参考的依据？还是要看国内总体经济状况的一个情况来做决策。中央银行升利息1码了后，中华邮政为23开始卖调悬欠钱的利率，5大政策性的贷款下底咧有变动，包括青年安心成家买厝的贷款利率，东部会调悬0.25%，上悬是1.74%。另外，教育部的就学贷款利率是起超过1%，起到1.15%。加拿大港纾困贷款利率无起，维持伫1.845%。青安的这个贷款跟着也调高1码的话，也对他们是会增加不少负担。邮政储金的利率调高的话，它自动会调高，滚动来检讨看看这个相关的这个配套措施是不是有可能做一些调整。因为后一波拍炒房的政策，财政部会落实税基合理化，而且公布长期无调整的管期，其中彰化县、金门县因为30多年拢无调整税基，赋税署表示经过辅导了后，已经配合做调整。记者综合报道。代替公司化条例，按算伫这立法院这会期来进行审查。代替企业工会上7名的代替员工，早起是对台北车头游行到立法院庭前，中昼卖召开临时大会来讨论后一步的抗争行动。
代替产业工会嘛表示讲，若是企业工会要罢工，伊嘛会全力来配合。来自北中南东国际代替企业工会会员请假白布条透早就到街路，行到立法院向内审理铁路法的交通委员送出电证书。企业工会指出，行政甲交通部强度关山要送公司法条例，员工对未来才行行各部门条例中，政府要用代替土地开发性质。整个条例里面，整个土地的作价，包括资产土地的处理，都写得不清不楚。你如何让所有台铁同仁去信任？因为毕竟在2003年的时候，白纸黑字的承诺现在都没有办法兑现。那如今的整个保证承诺，是不是会变成未来的一个政治谎言？代替产业工会也宣布，备前对抗公司法，会向劳动主管机关送出劳资争议调解，各发声哪个资方对抗企业工会，摕到合法罢工权，产业工会也斗阵抗争。请你们在今天的临时代表大会上做出不管是罢工投票的决议，还是要送调解，都请你们一定要做，尤其是最强而有力的火车司机产业工会，他们也一直认为说自己是最强的资种的话，就要站在前面带领台铁员工抗争。我相信产工也会不落人后，跟着他们的脚步前进。两工会工步调连续抗争，交通部长王国材强调，政府无可能操作代替土地，对未来以开发甲收租金为主，就是要协助代替性质。政府怎么可能会变成去炒作土地？全所有的目标一样。就是让台铁透过它的这个土地资产的开发，得到更好的收入，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也就是说，有收入以后，它可以改善它的安全，可以提升它的科技等等。所以我想说这部分，我请工会这个其实工会不懂我的心。代替企业工会定控了后，要开会员代表大会，规会会一波抗争。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是按算第拜四开公听会，希望和各方各一摆沟通协调。记者综合报道。美国食品业务管理局18公告，台湾的金针菇红验处李斯特菌爱回收毁掉。消署是表示这批外销到美国的金针菇有924箱，嘛已经通知国内业者有同一品牌的金针菇要爱先回收。学者是表示讲，这款李斯特菌只要煮熟就较无风险咯，也毋过爱特别注意哦，伫处理的过程有可能会去污染到其他的食物。该公司所生产外销的金针菇，去美国检出李斯特菌回收停卖，规在分验的金针菇业者伫官方网站公开回释咧，但到底是安怎去污染到？因料上可能是进出口的船期去耽误到，才会害过期细菌。正常大概就是27到28，因为我们出口前会再重新的检视一下。小署调查，这批金针菇拢总有926箱，大箱有58，除了留伫台湾的2箱检疫样本，像美国的有924箱。虽然讲这批货无伫台湾的市面卖，但包括全联、好市多、հիմ鸟超市，拢有甲几间厂商合作，已经拢是甲产品贴下。小署表示，目前国内并无对菇类定出微生物的标准，民众咧食大部分嘛是拢会煮熟，所以未来强制停卖。金针菇的李斯特菌上是并没有特别表列相关的一个检验标准啊，不过这主要原因起自于是说台湾的饮食上在金针菇都是以熟食为主。不过到底是安怎去污染到？学者指出，李斯特菌后煮熟风险就真低，爱食真大量才有可能造成健康的危害。但因为这种菌真冻冷，温度4度以下同款真熬炭，可能是伫咧船期运送的过程当中，环境控制无好，才会来生菌。一定是从环境所受到污染的，它不可能是说菇培养过程中它就长出李斯特菌，不会。所以它一定是由人或是空气、水所带入的。学者指出，虽然物件煮熟就会当降低风险，不过要注意，莫伫洗菜也是料理的时阵，甲菜实在去染着，佮要避免菜食，保存环境的管理也袂当无细腻。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大社石化工业区因为空气污染的问题，常常拢有民众抗议。高雄市政府伫2019年决议通过，要甲大社工业区降变做污染合格以上的工业区哦。但污染的产业就袂当搁进驻。也毋过一案伫内政部营建署已经卡3档咯。今仔早起，民众佮环保团体又搁去市政府抗议。
市长做伙来发声。环保团体甲大社工业区附近的居民，23透早南湖伫咧高雄市政府门口抗议，因为大社石化工业区变更做污染较低一整工业区的申请案，审查条例咧内政部因建署3年也未完成，拖了3年时间，让大社工业区的定位到现在都还没有尘埃落定。那我们今天来抗议的最主要就是说，中央政府漠视地方自治的一个权限。大社工业区花了28年还没走完，28年是什么样的概念？如果以一个人的一生来说，他已经耗掉了1/3。长期忍受空气污染，让居民真无奈。环保团体指出，大社工业区港一边是早伫咧县市也未合并进前，1998年就写伫咧高雄县的都市计划通盘检讨内底。结果20多年过去，真无简单市府2019年决议通过港一边，不过审查煞是拖拖刷刷。现块环境的影响的这些相关的资料，然后希望。对石化业长期发展的影响等等这些委员有一些关心的部分，那希望市府、经济部还有相关单位再补充一些相关这些资料。市府的代表对环保团体各有居民的手令接过陈情书，看到台积电去南马坑设厂的相关作业进行甲真紧，居民毋望市府嘛会当提出同款的气票，要求中央看重大社居民的诉求。市府是回应讲，审查委员所要求爱提交的资料，拢有第一时间提供，会搁甲内政部反映，要求赶紧审查。记者综合报道。俗语讲，一粒米百粒汗。伫屏东的南延国中推广食农教育，逐当拢会带学生囡仔去捕田，亲身来体验做事人的辛苦，嘛教因食品安全甲环境生态的知识。规定国中学生阿瑶咧捕田，这是屏东南延国中的食农教育课程。让学生透过实际体验，认识食物的来源，嘛了解稻仔种植的过程。农夫真的是非常辛苦，每天在大太阳这样子，很忙的插秧。以后我要吃饭的时候，绝对要感谢这些农夫。我们体验到农夫的辛苦，因为我们吃的米饭还有他们种的东西都是很辛苦种出来，我们现在才体验到原来这么辛苦。透过食农教育的课程，学生经过实际体验，才感受到做田人的辛苦，嘛因为安尼会更加珍惜食物，让孩子们学习到脚踏实地，也让孩子们学习到就是说他们的食物从哪里来，而且能够看到食安的问题在哪里。那我们知道他的食物从哪里来之后，他们会更珍惜他们的食物。南延国中的食农教育课程，除了实际体验，未来嘛按算加入食品安全和环境生态等等的议题，希望除了让学生学到相关知识，嘛推广生态保育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柳营有一个红合作草菇阿嬷的农民陈秀娥，伊种草菇已经40冬了，坚持无要转农业的有色农业。阿嬷的观念是行伫时代的头前有法度一直坚持，实在是真无简单。伫茶架顶悬八悬搁八家，鸭头苦心动作真溜咧。这位就是人讲的草菇阿嬷陈秀娥，伊伫柳营种菇已经40年，对自本的土角厝增加即马大塑加平，讲毋但会当减少虫害，佮有助发芽，增加产量。咱即个稻草吼，好发酵，伊就是保温度吼真好啦，迄个烧度、温度，甚至讲足平均呢。伊会产生迄微生物的效率更好。迄个微生物就是你互咱的上氧菌吼，伊就是它的营养分啦。自1985年开始种菇以来，草菇阿嬷就超前部署，真讲究咱现代人讲的自然养生，坚持有善种植，用这种塑胶料来种菇，佮有一个上大的好处，会当家己烧烘炉下火，清水烟来杀菌，完全免除农药，拢袂残留。阮就是维持着65度，爱维持6点钟。可是你若当着歹天，当着这个冷气吼，你一栋料啊吼，爱杀菌差不多20外点钟，那杀会行。无你行起来迄个蒸汽吼，
伊就是互咱这空气已经甲伊拍冷去啊。你不要看他的年纪哦，他还跟得上时代潮流。他在这边他还要去申请友善认证。为什么要做友善？是因为他想要让大家都吃到健康的羊菇。为着要互更较侪人了解食草菇的好处，草菇阿嬷对社区教育嘛真关心。平时嘛常常会配合农会活动去参加各种的食农推广，望众人加食菜嘛通加食菇，期待地方的种菇产业会当更较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17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0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5度；东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外岛地区上低14度，上悬21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